美国大联盟开幕战，洋基在主场迎战金鹰，日籍投手田中将大第4度担纲重任，靠着队友2支全垒打加持，田中主投 5.2 局，丢2分，只有1分是责失分。中场绿洋基以7-2击败金鹰，田中开幕战胜投终于开胡，还飙出生涯800K。开场仪式主持人玛丽安诺·里维拉史上首位全票入选名人堂，前洋基守护神 Rivera 为老东家洋基开幕战开球，获得满场球迷起立欢呼。美国大联盟开幕战，洋基主场迎战去年卤主金鹰，日籍投手田中将大4度担任开幕战先发。球赛主播穆林斯滚的球软弱无力，被田中阻杀。田中前3次开幕战3战全败，战绩惨烈，但今年队友实在太给力。球赛主播高飞球往中外野去，穆林斯往后退，再退，回头看，出去啦！1局下 Luke Voigt 赞助1支3分炮，8局下 Greg Bird 再追加1支阳春全垒打，再加上田中自己又很争气。球赛主播2好3坏，挥棒落空，田中飙出3振，田中将大主投 5.2 局，成功压制金鹰火力，被敲5支安打，缴出5K， 首次拿下开幕战首胜，也达成生涯800K。中场洋基就以7-2击败金鹰。洋基新球季开打，再加上老天爷赏脸，涌入满坑满谷球迷，球场外摊商荷包满满。而球场附近一家老字号汉堡店，新球季还推出全新菜色。记者，每个人都知道水牛城辣鸡翅，全国民众都知道，但这次是第一次来到洋基球场，新球季开打，球迷热血看球之余，还能大啖美食，视觉味觉双享受。